Hello，大家好，我係美麗啊。咁今日咧又同各位觀眾咧又見面啦嚇。咁近排咧又係618啦，又係父親節以及端午節嚇。呢一個月咧可以講得上咧落雨天咧，亦都非常之多嚇。我哋近排嘅片量咧亦都拍得比較少，但係咧亦都非常之感謝我哋呢個頻道嘅所有粉絲客戶嘅支持啦。咁其實咧每一日咧，大家咧應該都有收睇緊我哋嘅呢一個影片嘅。咁其實咧今日咧都係喺自己屋企啊，好少喺屋企拍片嚇，因為近排真係落雨天非常之多，再加上咧我哋攝影師咧又翻咗鄉下啦，咁然之後咧我咧又近排咧幫客戶咧去做一啲售後一個服務，咁拍片咧就暫時咧係跟得唔係咁上下。咁對比起之前咧，我哋每一日咧都基本上喺頻道咧上片2條啦到3條左右嘅。咁今年咧相對嚟講係會少啲嘅。咁其實咧我覺得都幾好嘅，起碼咧叫做有嘢做啦，有事忙啦嚇。咁各位觀眾朋友咧，近排落雨天啦，亦都係可以喺屋企咧稍微休息下。咁我發覺咧端午假期嘅呢一個時間段咧，尤其是我晚上咧出去萬達食飯啦，或者係有時喺十里銀泰嘅時候咧，我發覺咧上嚟嘅香港人咧真係越嚟越多啦。咁越嚟越多嘅香港朋友咧有喺上嚟置業啦，甚至乎咧有上嚟玩嘅啦，或者咧係有上嚟咧即係旅行嘅都幾多㗎嚇。咁其實咧，我覺得咧，而家咧內地咧發展咧真係越嚟越好啦，咁多咗港人北上，咁其實咧大家嘅經濟啦，係咪消費啊呢啲咧，其實都提高咗嘅。咁而家咧喺惠州嚟講啦嚇，越嚟越多香港朋友置業啦，咁我哋今日咧呢條影片咧亦都係針對翻我哋嘅所有嘅粉絲觀眾嘅。咁如果咧你喺惠州置業咗咧，我覺得有3樣嘢咧，一定大家係需要做嘅。咁邊3樣嘢咧？就係第一個係居住證啦。第二個咧係咩咧？係我哋嘅呢一個長者卡啦。咁第3個咧就係我哋嘅呢一個醫保卡。咁其實咧講翻咧醫保啦、居住證啦，或者係講翻我哋嘅呢一個長者卡。咁其實咧你睇翻你邊一樣有需要啦嚇，有啲可能咧仲比較後生，未夠年齡嘅，咁有啲咧可能未係話一直喺惠州長住嘅，咁你可以睇翻邊一樣嘢啱你自己。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呢一條影片咧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服務到大家嚇。咁我哋咧今日嘅主題咧會分3 part 同大家講啦嚇。咁我哋咧今日講嘅咧第一個咧就係講我哋嘅呢一個居住證辦理嚇，一直咧有電話入嚟咁近排都比較事多嚇。OK，咁我哋咧講翻我哋嘅今日嘅呢一個主題啦嚇。咁首先咧先講翻我哋嘅呢一個居住證嚇。咁居住證咧其實咧係屬於係咩嘢嚟嘅咧？咁其實居住證咧就係喺中國境內居住嘅人員咧係一個身份證明嚟嘅。咁你可以理解成咧就係譬如話你喺惠州置業咗，或者係喺惠州租樓咁嘅一個臨時身份證。咁主要咧對於我哋內地嘅觀眾朋友嚟講咧，其實咧子女入學啦，或者咧你係想要享受到一啲公共配套或者咧係想要享受翻當地嘅一個買車上車牌嘅呢一個業務咧，係必須係需要嘅。咁其實咧，我覺得最實際咧就係你必須要有居住證先至可以買到當地嘅醫保，尤其是咧越嚟越多港人朋友咧北上，譬如話喺珠海定居啦，或者中山定居啦，或者係惠州定居啦，咁你就需要有呢一個當地嘅居住證喺呢度即係落戶。咁其實咧惠州咧目前咧辦理居住證嘅呢個門檻咧，其實我認為係非常之低嘅。咁首先咧，你需要準備啲咩資料咧？首先第一個咧就係身份證嚇，身份證大家都有㗎啦嚇，香港嘅身份證。咁第二個咧就係需要有翻一張回鄉證。咁回鄉證你上得嚟啦，咁你過得到海關，你肯定係有㗎啦嚇。咁如果咧你係外籍人士嘅話咧，就可以提供翻你外籍人士，譬如話你係加拿大 passport 或者係美國 passport 咧，你都可以提供翻你嘅一個身份資料就 OK 㗎啦嚇。咁第3個咧就係樓契。咁我哋咧就需要呢個紅本啦，大家都知道㗎啦嚇，紅本紅當當嘅。咁以前咧嘅紅本咧係寫住房地產所有權證，咁而家咧全部都升級咗啦，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動產權證嚇。咁呢度咧上面咧有住我哋嘅呢個國徽嘅嚇，非常之靚仔嚇。咁居住證入邊嘅話咧，亦都會有你嘅個人資料啦，
有你嘅一個地址嘅信息嘅嚇。咁準備咗呢一個證件咧，仲需要乜嘢咧？就係需要影翻張相，因為內地居民咧其實係可以用我哋嘅呢一個身份證上面嘅照片咧，直接入翻我哋呢個公安系統嘅。但係因為香港人士咧，你哋喺內地咧係喺公安系統嗰度咧係冇你嘅呢一個相嘅資料啦，咁你就需要去到照相館，大約嘅費用咧就40蚊左右。只要係影相嘅就係可以去嗰度，你同佢講聲就話你要辦呢個港澳居民嘅呢個居住證嘅呢個影相就 OK 㗎啦嚇。咁如果咧冇樓點算啊？冇樓係咪辦唔到啊 ？No 唔係嘅，只要咧你喺呢個地方合法讀書，或者係合法居住，或者咧係合法租樓，或者咧係喺呢個地方工作，你提供到以上咧呢幾樣嘢咧，其中嘅一個證明就 OK 㗎啦嚇。咁如果咧你係租樓咧，就需要咧業主咧提供呢個樓契嘅地址頁同埋業主嘅身份證信息。咁然之後咧就準備翻你當時嘅一個租樓合約嚇。咁如果咧你係冇係租人哋嘅單位嘅情況下咧，譬如話有啲觀眾朋友咧可能係出現一種狀況咧，就係譬如話我係租喺應該唔係叫租，係住喺親戚嘅單位，或者咧係仔女啊，或者父母啊都有單位嘅話咧，其實咧你都可以提供你嘅呢一個關係證明，或者咧係出翻一張即係業主出翻一張聲明紙，譬如話證明我阿媽喺我屋企呢度居住，咁你嘅名同埋你阿媽嘅名即係寫埋喺上面，包括你哋嘅個人資料。咁只要咧你哋嘅居住日期咧滿翻183日，即係半年以上嘅話咧，就可以申請辦理到我哋嘅呢一個居住證㗎啦嚇。咁其實居住證嚟講咧，對於港人朋友嚟講咧，又有咩作用咧？咁首先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買醫保啦，最實際㗎啦嚇。咁如果你真係翻嚟北上定居，無論你係退休啦，還是翻嚟度假啦，咁如果有咩頭暈身㷫嘅，需要去到醫院就診嘅，咁就需要咧俾錢㗎啦。咁如果有咗醫保咧，其實係會有翻多一層保障啦嚇。咁如果話咧，我係比較後生嘅，咁其實我未係話一定需要買醫保嘅話，其實都可以唔買嘅，因為你辦咗居住證嘅話咧，只係你喺呢個城市嘅一張居住證明嘅啫。咁你有咩作用咧？譬如話咧喺內地咧乘坐高鐵啦，咁你可以憑我哋呢一個居住證上面嘅信息咧去買飛，咁或者咧你係買車嘅話咧，你係需要上當地嘅呢一個城市嘅車牌嘅話咧，係需要有居住證嘅呢個登記咧先係可以嘅。咁仲有咧就係譬如話去啲圖書館借書啊，即係公共配套入邊嘅一啲入園啊，咁其實咧你都可以通過居住證咧作為你臨時身份證嘅一個方式啦嚇。咁其實咧，對於港人朋友嚟講咧，其實對於居住證嘅認識咧，我相信咧大家應該都係比較熟悉㗎啦嚇。咁第二個咧就講翻啦嚇，北上退休嘅話咧，如果你滿咗60週歲以上嘅話咧，咁其實咧喺深圳咧乘坐地鐵咧，你係咪出示咗你嘅呢個回鄉證啦或者身份證明咧？其實咧係唔使錢咧就可以坐地鐵嘅。咁其實深圳嘅政策咧，我一直認為係非常之好嘅，但係咧惠州咧就唔係咁樣嘅喎嚇。因為咧每個城市咧佢嘅稅收啦、公共配套咧，其實佢嘅一個區別咧都係有差異化嘅。咁如果咧你喺惠州定居，咁其實咧目前咧惠州咧佢嘅公交車嘅話咧坐車咧即係公共配套嘅坐車嘅話咧60週歲嘅話咧，其實咧佢係半價坐車嘅。咁第二個咧就講翻咧，我哋需要申請嘅一個咧就係長者卡啦。咁越嚟越多港人朋友咧係北上置業咗安居定居咗之後咧，咁其實咧平時咧都需要出去玩啊，出去玩嘅一個交通配套咧，一定係坐巴士啦嚇。咁如果咧你係滿足到我哋嘅呢一個長者條件，60歲至到65週歲咧，你就可以辦理我哋嘅呢一個老人卡，亦都係我哋俗稱嘅呢個長者卡㗎啦。咁其實咧對於長者朋友嚟講咧，其實咧你符合咗60週歲以上咧，就會有我哋呢個半價優惠。咁如果咧你滿足到我哋呢個65歲嘅話咧，就會有我哋嘅呢一個全價優惠㗎啦嚇，非常之着數啦嚇。
咁其實咧，惠州嘅呢個公共巴士嘅話咧，其實咧係非常之方便嘅，有到翻深圳嘅地鐵啦，亦都有去到翻海邊啦，甚至乎咧去到機場快線啦，或者係火車站嘅高鐵站嘅，全部都有嘅，啱晒港人朋友咧。譬如話去北上旅遊啦，或者去翻香港啦，或者係去翻深圳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嚇。咁我哋咧，如果辦理我哋嘅呢一個長者卡嘅話咧，需要咧咩資料咧？首先咧，第一個咧就係你嘅年紀啦，必須要符合到我哋呢個條件啦嚇。第二個咧就係需要咧喺惠州咧有一個有效嘅地址。咁呢個有效地址嘅話咧，指嘅係一個咧收快遞嘅地址咧，亦都係可以嘅。咁如果你有親戚朋友啦，或者係揾翻你嘅呢個屋苑嘅管家咧，都可以幫到手嘅。咁如果咧冇嘅話咧，亦都可以揾翻你嘅呢一個代理，我覺得都 OK 嘅嚇。咁似我咧就幫我哋嘅幾個客咧，近排咧就線上咧申請咗我哋嘅呢一個居住證啦，同埋我哋嘅呢一個長者卡啦嚇，因為近排辦啲證件真係辦到撈都亂晒啦。咁我哋咧講翻啦嚇，如果咧你想要申請我哋嘅呢個長者卡嘅話咧，其實咧有一種方式咧，其實咧係唔需要咧你去到線下去辦嘅。咁線下如果你想要去親自跑一趟咧，都係 OK 嘅嚇。咁就需要咧去到照相館去影翻一個1寸嘅紅底嘅相，咁然之後提供翻你嘅呢個回鄉卡同埋你嘅身份證，就可以咧去到你當地嘅呢一個黨群服務中心啦，或者去到行政服務中心咧，都係可以嘅。咁舉個例啦，譬如話你買樓買喺惠陽啦，咁你就可以去翻淡水嘅呢一個惠陽嘅行政服務中心。咁如果你係需要去到線下辦嘅，咁可能你需要 call 車過去啦。咁就會產生一個交通費啦。咁其實我哋比較建議大家咧，就係好似我哋呢啲客戶咁樣咁，我都係非常之推薦嘅。咁其實咧，你又唔使親自跑一趟，亦都可以通過快遞嘅形式咧，直接郵寄俾你，郵寄費用咧8蚊雞，非常之平嚇。咁做過呢個方式咧，都教大家啦嚇。咁你咧喺內地咧，首先咧要有嘅一樣嘢係咩咧？就係 WeChat。咁我哋咧打開 WeChat。然之後咧，我哋 WeChat 入邊咧係有一個咧叫做小程式嘅，咁而且咧你可以 search 下惠州通嚇。惠州通咧佢個 logo 咧係3角梅嘅一個 logo 嚟嘅。咁有啲觀眾朋友咧，譬如話有用 Apple Pay 啊，或者係有用嗰啲即係 MFC 啊，佢可能會保存咗呢一個嘅。咁冇咧都唔緊要嘅，你可以打開搜尋下嘅，咁就搜尋翻呢個惠州通啦。咁然之後咧，打開咗之後咧，佢個主頁呢一度咧就係有一個長者卡申辦，左手邊咧有一個學生卡申辦嘅。咁你睇翻你係邊種條件啦嚇，小童都可以申請嘅。咁我哋主要呢一期咧講長者啦。咁點開長者卡首次申辦嚇，咁第一次申辦咧直接咧喺手機上面就 OK 噶啦。咁如果報失呢啲咧都係可以咧通過手機去處理嘅。而家內地咧全部都用線上化，所以我覺得係非常非常方便。咁然之後咧，你撳開上面咧，佢會有一個填入資料嘅信息。咁我哋咧就按照上面嘅指示咧，輸入你嘅姓名啦、身份證號啦，包括咧影相啦。咁填咗之後咧，你就可以咧填翻你哋嘅一個當地嘅一個地址啦嚇。咁佢上面咧，佢呢度咧，佢都會有寫咧自提點同埋郵寄嘅方式。咁你睇翻你有冇呢個需要咯嚇。咁你想要自提嘅就去到當地嘅網點。如果係需要郵寄嘅，其實咧你可以揾你個管家幫手嘅。譬如話咧，你買樓喺十里銀灘，咁你可以揾翻你樓座嘅管家。咁你如果係買喺我哋嘅呢一個澳頭嘅，咁你可以揾翻管家或者揾翻管理處幫你去收信都 OK 嘅。咁其實咧，如果你擔心呢啲資料咧會有洩漏嘅話，其實係唔會嘅，因為全程咧都係快遞密封嘅。咁其實呢種咧亦都係相當於掛號信嘅一種啦嚇。咁其實咧呢一啲嘅話咧，其實你如果到時候咧如果係擔心嘅話咧，你都可以即係等到你上嚟嘅時候咧，你再叫呢個快遞員去派件就 OK 噶啦嚇。咁我哋咧講翻呢個長者卡申辦啦嚇，港澳台居民咧都係可以辦理嘅，無論你係香港人、澳門人、台灣人只要你提供到喺惠州嘅一個有效地址證明就 OK 噶啦嚇。咁你到時候咧提供完咗之後咧，
你可以選擇咧你哋嘅一個收貨點嘅縣區，咁你就可以填翻你買樓嘅一個區域嚇。譬如話你買樓喺大亞灣，你就填大亞灣。咁佢個長者卡上面咧就會寫住你係大亞灣區嘅長者卡。如果你買嘅係惠陽區嘅樓咧，你就填翻呢個惠陽區嘅自提點。咁你到時候咧嗰張卡嘅呢個卡面咧就會有你嘅姓名啦、出生年月日啦同埋發證日期啦。咁呢一度你亦都會有埋你個大頭相嘅。咁仲有咧，我覺得咧，如果用線上辦咧，仲着數嘅一點係咩咧？你可以慳翻一個影相嘅錢。影一張1寸嘅紅底相，我估應該都要10蚊至到20蚊左右嘅。咁如果咧你唔介意咧自己影嘅話咧，其實用 iPhone 手機啦，或者用而家嘅嗰啲智能手機，其實影相都係非常之靚嘅。咁佢下邊咧有一個選擇咧，可以買埋個卡套嘅，卡套咧18蚊雞一個。如果你唔買都冇所謂嘅。咁主要咧就係一定會收一個咧，就係8蚊雞嘅順豐快遞嘅。呢個真係非常快嚇。嗰日咧係惠城區寄信，然之後我咧應該係3個鐘咧，我係即時收到啦嚇。咁近排幫啲客咧辦咗呢啲證件都辦得比較多啦嚇。咁其實咧你只需要咧有翻個證明就 OK 噶啦。咁如果係之前咧我哋成交開嘅所有嘅業主朋友，如果咧你而家符合年紀啦，咁如果咧你冇人幫你收信嘅，你都可以到時候填我屋企嘅地址都冇問題。你揾我俾個地址俾你嚇。咁我哋咧就講翻呢一個長者卡嘅呢一個申辦啦嚇。咁最後咧我哋會錄個屏俾到大家，教大家點樣去操作。咁如果你都係唔明嘅，你如果唔介意咧，你可以將你嘅資料 send 俾我，我幫你去手動去辦理都 OK 嘅，冇問題㗎嚇。咁最後咧個 cam 冇咩。咁講完咗我哋嘅呢一個居住證啦，以及我哋嘅呢一個長者卡咗之後咧，應該好多觀眾朋友咧都有定期咧經常會翻嚟內地㗎啦。咁其實咧無論咧你係咩年紀啦，我相信醫療方面咧大家都會比較關心㗎嚇。咁如果有咩頭暈身㷫啊，譬如話去醫院就診啦，或者係需要咧住院嘅話咧，其實咧都係最好咧建議大家咧要買翻一個醫保嚇。咁醫保方面嘅話咧係一定需要喺當地有咗我哋呢個居住證咧，先係可以正式辦理到嘅。咁我哋咧舉例啦，譬如話而家惠州咧最平嘅醫保咧就係400蚊1年嘅呢一個城鄉醫保啦嚇。咁城鄉醫保嚟計嘅話咧，其實咧雖然咧唔可以直接咧用於我哋嘅呢個普通定點嘅藥店員額買藥啦，但係咧你可以咧去到我哋嘅呢個醫院入邊咧去做我哋嘅呢一個門診嘅呢一個報銷啦，或者係住院嘅報銷咧都係可以嘅嚇。咁我今日咧亦都睇咗下呢一個定點嘅即係醫療啦嚇。如果咧你係報銷門診嘅話咧，佢係會分住院嘅等級啦，同埋我哋嘅呢一個門診嘅等級嘅。咁如果咧你係交我哋嘅呢一個400蚊1年嘅話，你係可以享受到7.5成嘅呢一個報銷嘅，即係75%嚇。咁其實咧400蚊1年嘅呢一個醫保嚟講咧，其實咧都係比較建議大家咧一定要去繳交嘅。咁具體咧個報銷嘅話咧，因為我哋唔係屬於專業嘅人員，最好咧你去到翻當地嘅呢一個黨群嘅社區中心或者係街道辦中心咧，呢一度咧去辦理下。咁我哋咧主要咧今集咧同大家講翻咧就係咩咧？就係如果咧你需要去辦理我哋嘅呢一個醫保嘅話咧，咁建議大家咧就係喺我哋嘅呢一個1年1次嘅呢一個繳費期去交啊。咁我哋咧呢個繳費期咧就係每年嘅10月1號至到次年嘅2月28號。即係舉例啦，譬如話係今年繳費咧就係2026年嘅10月1號開始，至到翻2027年嘅2月28號。咁呢個期間段嘅話咧，其實咧都係屬於我哋嘅呢一個集中繳費期嚇。咁如果咧你係錯過咗呢個日期嘅話咧，咁我哋呢一個集中期嘅繳費之後咧，可唔可以交咧？都係可以交嘅，但係咧佢會有3個月嘅等待期，咁你就呢個期間段咧就唔可以做報銷，唔可以去做呢一個即係一個空間啦嚇。咁其實咧就要睇翻自己嘅。咁其實咧關於醫保方面咧，
主要咧就係話俾大家知啦，門診啦，或者係對於如果即係有咩大病唔舒服嘅，咁起碼都叫做有翻自己嘅一個保障。咁啊，關於報銷額度咧，因為我哋唔係屬於專業做翻呢方面嘅，所以我係唔敢去亂同大家去講下。因為你如果要 search 呢啲嘅話咧，其實網上 AI 都可以有得 search 嘅，但係咧我怕大家輸出錯誤咗就唔係咁好啦嚇。咁似翻以前咧。前幾年咧，我有一次受傷唔舒服嘅時候咧，我都係買咗呢個城鄉醫保。咁其實當其時咧，我報銷咧都有成70%左右嘅，因為當時咧我係整親腳，然之後咧佢係住院啦。咁住院咗之後咧，其實咧佢有啲，譬如話係床位係冇得報銷嘅，但係有啲藥品咧佢有得報銷嘅。佢係會有一個，即係你去繳費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張，即係嗰啲特殊情況啦，同埋嗰啲詳細嘅嗰啲單啦，會同你寫得係非常之清楚嘅。咁我哋咧主要咧呢條影片咧都係話俾大家知，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其實咧400蚊一年其實係可以值得諗一諗，值得即係唔好話諗啦，我覺得可以直接衝啦嚇。反正咧門診報銷比例咧都有成800蚊嘅，但係咧佢呢個城鄉醫保咧，其實佢係冇呢個個人餘額嘅，因為上次咧我有個觀眾咧。佢有加我微信啦，佢就問我，佢話美麗啊，我喺惠州買錯樓，我居住證又辦咗，醫保又辦咗，但係咧我去呢個藥房去買呢個藥嘅時候咧，我發覺查唔到嗰個醫保喎，係咩回事？我話你交嘅係幾錢？佢話佢交嘅係400蚊一年，咁我就同佢講啦，你400蚊一年嗰種咧係冇個人餘額嘅，咁如果你係交嗰種咧好似譬如話我哋喺社會參加工作嘅嗰種社工醫保咧嗰種咧就係每個月咧係會有返還嗰個人餘額嘅，你就可以用嗰個人餘額咧去付費，但係嗰個咧係比較貴啲嘅，嗰個係1000幾蚊一個月嚇，好似係1200幾蚊到1400幾蚊一個月嘅。咁嗰個咧就係包含咗5險嘅。咁其實咧對於如果你係淨係話咧考慮翻自己嗰一個長途嘅醫療嘅，咁當然咧交嗰個咧報銷比例會越高，即係講白一句話，你繳得越多，你享受個待遇咧亦都係越好嘅。但係咧，我哋今集主題咧話俾大家知係咩咧？就係建議大家如果係北上啦，咁呢幾個證件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做埋嘅。咁醫保咧，你交咗之後咧，其實咧你都需要咧去申請翻一張咧社會保障卡嘅。咁其實咧你去到我哋當地嘅中農工建呢5大行咧，都係可以咧直接咧去到我哋嘅呢一個銀行嗰度咧填翻你嘅個人資料，你去揾到翻工作人員咧，佢就會教你咧點樣去做呢一樣嘢㗎啦嚇。咁呢一期嘅個主題咧就主要做翻一個服務片俾到大家啦嚇。無論大家有冇喺惠州置業啦，有冇翻嚟呢一邊即係住都好啦，其實咧你都可以了解多啲，明白多啲，清楚多啲嘅。如果有咩講得唔好嘅話咧，其實咧希望咧熟知嘅觀眾朋友咧最好補充一下嚇，因為咧我哋咧主要嘅專業咧係用於賣樓啦嚇，咁主要咧係平時幫啲客咧處理一啲，亦都有好多客咧處理完之後咧翻嚟同我哋分享嘅。咁其實咧你又知多啲，我哋又分享多啲，咁其實大家都係一個好事啦嚇。咁希望咧我哋嘅影片咧亦都得到你嘅讚啦同埋支持啦嚇。如果覺得我哋嘅影片唔錯嘅話咧，記得俾翻個 like 啦，或者 share 俾你身邊需要嘅朋友。咁如果我哋有咩講得唔夠詳盡嘅話咧，最好喺視頻下方幫我哋補充一下，多謝大家嚇。咁今期嘅影片就講到呢度，下期再見，好熱，拜拜。